一項由高等校際學院進行嘅澳門生活質素報告顯示，08年第4季市民對澳門特區生活滿意度只得57.9%，較07年第4季下降1.9個百分點。對啟智報道。調查喺舊年11月全球經濟環境轉差之後進行，以電話形式成功訪問咗大約1000人，統計居民嘅個人生活水準指數同埋特區生活水準指數。調查發現，居民嘅個人生活水準滿意度有63.3%，同亞洲社會嘅水平一致。較滿意嘅項目係人際關係同埋健康，但係對未來嘅信心同埋生活嘅成就感滿意度就較低。而居民對特區生活指數嘅滿意度就只有57.9%，較07年第4季明顯下降咗1.9個百分點。其中對經濟狀況嘅滿意度更加大幅下跌9個百分點。此外，市民亦都對自然環境狀況同埋政府嘅滿意度較低。雖然政府滿意度較前年上升咗2個百分點，去到54%，但係仍然係6個指標入邊得分最低。計劃組長李察威菲教授建議政府可以增加施政嘅透明度同埋居民嘅參與度，以改善政府滿意度較低嘅情況。另外，調查亦都重點對居民嘅工作狀況作專題研究，結果顯示居民對工作嘅投入度同埋滿意度都較歐美地區為低，轉職意願偏高，當中以26到35歲、入職唔夠1年、從事博彩或者運輸等行業嘅人士，更加係轉職嘅高危一族。澳門電視台記者呂啟智報導。